Hello， 各位同學早晨啊！我係張浩庭老師。咁今日咧就到我嚟介紹好書咯喎。而我今日咧想介紹嘅好書就叫做超難找不同。點解我會想介紹呢本書呢？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張 Sir 咧除咗喺圖書館之外，咁我仲有教數學科同埋常識科啦。咁所以我係非常之中意動腦筋同埋去玩一啲咧同邏輯思維有關嘅遊戲。咁而呢一個系列嘅圖書咧，就非常之可以考到我啦。點解呢？譬如呢一個超難找不同入邊呢，其實佢就係有好多唔同嘅遊戲啦。咁就係需要我哋去找不同。而呢一本咧，除咗佢係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圖畫之外咧，佢嘅難度仲係非常之高嘅。就算咧張 Sir 同其他老師玩咧，好多時我哋都揾唔晒。咁所以同學仔你哋可以快啲嚟挑戰咯喎。咁另外咧，因為呢本書咧，其實佢係屬於一個日本天才嘅動腦遊戲書嘅系列，咁所以咧，同時張 Sir 都除咗呢本之外咧，仲想介紹埋佢另外嘅4本書。咁找不同，我哋有其中2本啦。除咗呢2本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一本係玩迷宮嘅書啦，而另一本咧就係要揾失物嘅喎。咁如果你咧係一個好中意挑戰自己去揾嘢，或者係挑戰自己邏輯思維、動腦筋嘅話咧，咁呢個系列嘅圖書就非常適合你哋啦。咁所以呢4本圖書咧喺呢個星期都會放喺圖書館好明顯嘅位置，大家記得要嚟借啦。